后来乡亲啊，这段时间台北落雨，雨水量是落有够，但是中南部就艰难了。来看这个水库的储水量，尤其是苗栗明德水库这个储水量，存16.46%。桃园新竹甲苗栗有部分的二期稻作，10月份已经停止灌溉，明年的一期稻作是毋是嘛要来停灌？农委会还阁咧评估。这几天方面接近，农田水利署赶紧伫水库来释放着人造雨，就是希望会当加落一寡雨。农产水利署人员趁方面挖过来，伫咧石门、保利、永和山明德水库放软粉验剂，希望产生人造雨，让水库的水量变多。软粉验剂是利用烧氯化钙、正则烟雾含混站倒打做伙，互混站增加15%到20%的水分。大气条件嘛一定爱符合。不过气象局预估到12月底进前，过来落雨几率无到10%。即马明德水库欠水率刚存16.46%，储水口的水位嘛比2个月进前降真济。那照安尼落去，明年桃园新竹苗栗6月中都有可能无法度灌溉。明德灌区的部分，1023公顷，吸水量要5000万吨，目前只有200万吨。若是到12月底进前，雨水量无到320毫米，早冬就可能爱停灌，农作物嘛一定会害去。农产水利会就希望，即摆方面带来愈侪雨水量，安尼才会当解决欠水的问题。